讲一嘴思念的茶，配一片故乡的话，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。欢迎收听《故乡生活台语诗》。雨伞树，毋倾向命运屈服，对北方讲心事，将归路留下的绿，化作一片一片的红，落伫土骹，向土地献出伊上深的爱。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9集分享的是台南的那秀珍老师所写的《雨伞树》。顺利去邀请那老师为大家做一个讲解。这个雨伞树吼，大叶懒人，我从囡仔时就拢有看到啊啦。伫学校时就种足济，爱拢落落来嘛吼。伊个足大个迄个树荫嘛。所以咱台湾人拢草地拢种这会当有树荫，逐拢伫树仔骹行棋啊、啉茶啦，这是一个足好的迄个在地树啊。所以足济拢爱写讲，伊就对即个台湾的人的疼痛吼，所以伊落伫土骹，阁要献出伊上深的爱，就像咱台湾人相像啊。毋倾向命运屈服，对北方讲心事，将归路留下的绿，化作一片一片的红，落伫土骹，向土地献出伊上深的爱。咱涂吼，就3点水一支涂嘛，3点水下骹一支涂，迄个咱教育部拢用这个啦。涂啊，用这个，话拢用迄个涂吼，土吼是土，咱汉字内底是土，土就是咪吐出来嘛，这个土是土，所以这个还是涂骹的涂。这骹吼，一般这个毋是用脚，脚毋是读做骹，脚读做脚。所以拢用这个涂骹，骹就是足部啊，一个交通的交啊。迄个读做骹啦。咱今仔日欣赏的这首诗，标题叫做《雨伞树》，也就是咱所知影的大叶懒人。顺利去邀请花草事物的专家关秀斌小姐，为大家来介绍雨伞树的特色。咱一般称呼大叶懒人叫做雨伞树、枇杷树、牛仔树。一般咱拢是甲伊种伫公园，或者是讲咱的庭园树、行道树。伊一般咱若是看到即个雨伞树，因为伊的形体就亲像雨伞安尼，真正水。但是伊阁有一种的功能，就是咱若是去到南市的时阵，咱会看到当地的居民拢甲伊摕来做啥独木舟。伊的籽嘛会当食，有香味，而且佫会当摕来甲伊煎油。伊的果皮嘛会当做染料，所以咱会看到有的人摕来做乌色的染料。所以讲，一般咱若是讲看到雨伞树的时阵，咱就知影讲原来伊的果皮是会当做染色的哦。一般嘛有人摕来做药用。在过去80年代的时阵，有人把这叶仔拍干，然后嘛摕来治肝病。但是这方面的资料也未受到医学界的证实，
所以咱千万毋好轻易去甲伊饲。一般雨伞树伊就是耐高温，阁耐咸性，所以咱若去海边会看到真侪的雨伞树，尤其是咱若是去到垦丁迄一带的所在，鹅銮鼻，咱会看到哇，真大丛，拢是雨伞树，非常的壮观，非常的水。咱一般台湾人拢会甲伊摕雨伞树来甲伊种伫咱的花园的，就是会当野黄。我嘛是有朋友，因为伊住的所在属于咸地，所以伊种的树就爱有所选择，所以嘛有人甲即个雨伞树，就是种伫海边的所在，因为伊真好活所以讲，若是伫咱南部即个所在，因为伊耐咸较悬，嘛耐高温耐湿，所以咱若是去沙滩耍的时阵，拢会时常看到大叶懒人即个树种。咱若到秋冬的季节就会看到雨伞树，伊要豆豆反黄，然后伊就会反红，然后红的时阵，伊就会豆豆一片一片落落来，所以伊就是迄种一年会落一摆叶的落叶树所以咱就会看到讲，迄规丛叶拢落完呢，千万毋好以为伊已经死去咱就爱知影讲伊若春天到的时阵，伊就会发迄个真青翠的叶非常的水，而且非常的大皮。咱若伫扫的时阵嘛，非常的方便。毋经用命运屈服，对北方讲心事，将规路流下的泪化作一片一片的红，落伫土骹，向土地献出伊上深的爱。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大语诗，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。那秀珍老师写诗，关秀品讲解自然文史，洪昭文也佫有府城小花蕊的大姐婷宜吟诗，专门去电台制作，教师主持。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咱后一次再佫继续空中再会。